台湾文化论坛第208回吼，要来进行吼。咱今仔日的主题就是点倒的蜡烛新册发表吼，咱要来邀请林准勇长老吼来发表伊的新册。嘿，咱嘛请到这个蒋伟文教授吼，要来做舞台人安尼。咱即摆时间吼，就是今仔日就是2025年11月15，台湾时间是暗时10点。咱北美的迄个东边的时间是早起9点，北美西边的这个时间是早起6点吼。伫这个时间，大家当集做伙，来听这个长老的新册发表吼。这点倒的蜡烛吼，长老伫台语算先摆啦吼，做真济工课这件是同新的吼，就是进行这个点倒的蜡烛这本的册的发表安尼。好，咱即摆就先邀请蒋伟文教授来先做一个引言一下安尼。好，感谢大家。主持人还有咱今仔日的主讲者林准勇长老，还有咱在座所有的来宾。大家平安出头天，真欢喜吼！我来针对咱今仔日新册发表吼，做一个开头啦吼。针对林准勇长老呢，在座有的人可能已经有熟悉，嘛有可能有的人也毋捌啦吼。就算毋捌的人，其实呢，我相信真侪人吼，拢捌用过伊的物件啦。伊是点点拢伫背后咧做代志的人吼。袂讲我爱出名，拢是点点牺牲奉献的啦，上基本的啦吼。譬如讲，咱在座伫电脑头前，你要拍台语文，信望癌台客语的输入法，这出上侪力的开发者，就是林准勇长老啦，伊甲即个信望癌基金会，安尼呢，20几年前长久以来，就做这真重要的。工区技师啦，这个输入法，这个输入法呢，若台语会使，客语嘛会通呢，台语、客语拢会使，台语呢，你看伊的这个输入法，你要拍汉字，要拍罗马字嘛会通，你的罗马字呢，你要用传统的白话字，还是要用教育部的万罗嘛拢会通，你要自定输数，譬如讲我蒋伟文就CUV，自然就蒋伟文3字就出来嘛会通。足好用的啦！这拢是背后伊出钱出力，上骨力去甲用出来啊！这呢，拢是民间家己做的。颠倒政府的政府啦，进前几若当前讲有用一套这输入法啦。我相信在座有试用过无几个啦。一开始我嘛去甲试用，歹用到要死像这呢，民间有遮好用的。这中华民国政府，直接就甲你支持就好，就搁伫遐加好水，搁伫遐搁叫人来搁开发一个，一个软体，结果迄个软体也无啥人咧用啦，类似安尼啦。照讲，就应该爱直接支持咱民间咧做，民间做拢是比上好诶。除了这之外，这个信望爱的这个台语的网站，嘛足丰富、足澎湃、足多元的。这嘛是拢民间家己倾钱出力。内底尤其这影音啦，这准勇长老呢，伊会使讲是这个，若有这个传教士的精神，伊甲台语当作是宗教来伫做运动，伊嘛是实践者，点点咧做，行动者，足紧的啦。你都便若有活动，伊若来参加有的人转去都还搁咧困呢，困袂饱面呢。伊录影片随剪接剪好，甲伊放去信望爱的网站啦。你看这骹手有劲无？伊毋是18岁的少年囡仔呢，倒变过来80几岁啊呢所以咱在座无几个人对伊的精神对会着啦。所以实在是足佩服伊。我介绍实在是差20几年前。迄当时呢，我拄好，我转来咱成大遮教册，我就。我有买一栋厝伫遮伊就变后转来为波士顿美国波士顿转来台湾，定定拢会来我遮住。伊当时我就开讲讲这个信望爱这个输入法有对会当去改伊若感觉有道理好，
无偌久，迄个公园就搁做出来啊，真正是行动派啦，真正是行动派啊，所以呢，真侪真侪咱遮个台语文的家诗除了输入法，包括即个线顶的字典，你像讲咱即个台语大词典，这嘛是呢，进前无人要用，伊呢是伊嘛是出钱出力呢，家己为着这个甲日语搁甲加强，然后呢，人讲青面毋惊穿啊，伊也毋是日本系呢，嘛无伫日本大过呢，但是呢，伊嘛是有勇气。就先甲做出来，反正先做出来再讲，有啥物 bug， 有啥物问题，才去修改就好。所以你也看，就安尼，台语大词典单会当我上网，咱只会当去甲查，想做第一步，后来的人才会当为这基础，大搁去甲改良，所以这就是传教士的精神，咱台语的传教士的精神啦，像这真济啦，搁来包括写作嘛是，伊家己的创作，像咱今仔日即个点倒的拉条，这嘛是伊的创作。伊这呢会使讲是等于自传式的创作啦，内底用散文的方式，足侪拢是伊人生内底实际上有经验过，用散文的方式、小说的方式、故事的方式，甲伊记录起来。除了这，伊嘛写真侪，包括翻译的，还讲著作的，真侪啦，会使讲是非常无简单啦，虽然80外岁，毋过呢，敢若18岁非常还阁对着台语文呢，阁真有活力所以咱今仔日呢，真欢喜咱林准长老呢，要来甲咱分享伊即个点倒的拉条即本册咱就用热烈的破声咱来甲欢迎一下林准长老来。大家平安，平安，平安，有遮有写有啦吼，有听到，真感谢真欢喜大家来参加这个我的第一本小说的这个新册发表会尤其感谢台湾遐啦，即摆已经暗时10点外大家精神了真好这我足感动的。这本册是等于讲，我伫双连教会1988年开始推动红山做这个服务委员会的主意了后，我就去思考讲是服务时的对象是啥物人，所以伫这个圣经四福音书新约头前4本内底记录耶稣。伊一生伫为咱人类对所传互咱的信息内底，我看讲伊拢伫关心遮个弱势团体。第一个拢讲着盲人，因为盲人咱人若目睭无看，会使讲弱势中的弱势啦所以拢排伫大先。所以我才想着讲，咱着爱伫因遮个人的需要上。看到家己的责任啦总讲基督徒就是爱对耶稣的脚步来行，所以我就将安尼伫基督中提出即个讲，就是讲服务委员会以后要推动的即个事工啦。这嘛是双连教会伫台北算不遮大间但是以前的服务委员会就是敢若。伫教会内底，圣诞节啦，大家食大餐，无就母亲节，老母伫厝里做到半暝因囝摕去教会在遐咧卖做庆祝母亲节我讲在伫内底无掉信仰，所讲就是讲，基督教信仰就是社会上爱做工做盐。就是伫即个社会，爱对即个社会有啥物好处，爱想出讲，互大家会感觉佮认同。讲你即个，总讲双连教会有一天收起来时，会感觉讲，三军迷信感觉失去啥货，就敢若讲恁兜厝边的7-11，
有一天甲你关一礼拜，你就感觉足无方便。有即个感觉，有即个作用，才是真正伫实践即个信仰啦吼。讲到这实践信仰，阮双年教会迄个会议室，中姊妹拢伫遐开嘛吼。我会记得一个入去，印象上深的，就是讲有一对囡仔，头前写讲有祈祷无行为无作为，就是懒死啦。有作为无祈祷是骄傲。即句话，互我一个开始，我就感觉讲，基督徒伫各方面，不管要做代志、要做事吼，一定爱祈祷，爱照上主交代咱安怎去做的即个模式吼。所以讲，我这本册主要要表达的就是讲，听是别人的需要上看到家己的责任。这是台语甲华语对照吼，这嘛互我感觉讲，上帝印刷在领啦吼。伫1988年推动关心亡人事工了后，一直到2018年，要纪念这个20周年，做亡人事工20周年，有出一本这个纪念集。这个纪念集就是请这个大好文化出版社来编啦，吼。迄个阮的总编辑拢会采访我嘛，吼。我就甲这个故事一头到尾讲互听，伊听了足感动的啦。伊就是听了伊就讲句话讲，我的故事嘛要写出来，这我放伫2018年到即摆已经几年啊？7年哦。到今年的年初才想到去遐写，结果伊感觉讲，即个主题会使成做即个因叫做少儿文学馆的少年人的励志的文学、励志文学啊，所以讲遐个人。迄个台语也无法度嘛，所以就讲是毋是会当做即个对照版？我讲安尼足好诶，会当互遐个少年人伊来读国语，嘛会使读台语啊，互因来接触咱台语诶即个机会啦，所以我就随甲答应。所以这小说诶底啊，因为。对照版写修订的时阵，会足大本啦吼。这个宋德来老师伊顶讲我嘛做台语就甲伊熟悉啦吼。迄是李庆华教授等于台湾的时，我拢对世界说嘛吼。伊等于台湾了，伊拢去拜访这台文的作家嘛，就去这个鹿港去见这个宋德来老师。阮了后就一直拢保持联络啦吼。伊对台语，伊足爱台语啦，但是伊就讲伊就写袂出来哦。所以讲伊的文章咯，我渐渐拢甲翻译做台语哦。最近又出版一个天路实会哦，这个天路10岁啦，伊来用这个华语写嘛。伊当时去拜访伊的时阵，有迄个萧平地老师含迄个尤金如校长，去甲拜校。伊讲这本册要送外国寄来，我寄了才来才好个。我转去去找，因为我转去拢会去找啦，就是为遐得到真济啦。叫伊是去送一本，这本册伊嘛是用迄个中华民国语写嘛。虽然前卫出版社甲出版吼，伊个我就甲讲，即马真济台语文界的人吼，袂爱读即个中华民国语啦吼，因为这算是你迫害咱母语的语言嘛吼。所以我讲安尼，
你个 Word 档案好啊吼，我甲你改做台语啦吼。啊，就有影我转来了，就收到伊迄个 Word 档案。我一个读落哦，伊整一本迄个天上啥物座迄个吼，迄个基督教的小说哦。我嘛有甲读。啊，我读这本的时阵，我愈读愈热就对啦。我感觉写甲较像遐足无简单，作家就是作家吼。啊，我这差翻10页了，我甲问讲，这是毋是使甲你翻做台语伫信网的网站，打出来，甲互逐个人我会当读啦。伊回甲我回安怎讲你敢知？伊讲这本册敢若出800本，已经卖完啊，就对啦吼。年外都卖完啦。所以伊讲好，叫我创这个台语版会使到网络面顶吼。我才已经进行到尾100页，希望真紧会当出来吼。咱大家会当来读这个台湾其他台文作家。但是伊台文确实就遐写无使出来哦。所以用这个方式，真感谢这个上主，就是讲我一个开始做台语了后，你叫我教授定定咧讲中华民国语的迄个册房，我甲台语文的吟诗了，去册房内底拢看无台语文啦。这嘛是讲我一直做。虽然讲以前是拢用翻译的吼，做写尽量用台文来写咱的这个台湾的故事也是写的吼，就会使讲就是咱的上前辈就是陈雷大师嘛吼，对伊的脚步我嘛是做台语就甲伊熟悉吼，伊伫多伦多，比阮波士顿驶车去差不多9点钟哦，迄当时。因为有这个输入法，因若有啥物活动，拢会叫我去，我来甲大家分享这个台语的输入法啦吼。因为这是来真重要的一个工具啦。这个工具佫有一个真趣味，就是讲，互我认捌足侪年纪较大的，尤其是牧师啦吼，伊袂晓补，我开发这个出来了后。廖光兄伊当时就介绍我去这个伊咧叫北美教协的迄个年会啦。去就我因就叫我原来爱报告这个输入法啦吼。大家拢欢喜甲拢大家拢一直来学啦吼。迄当时迄个洛杉矶有迄个郭德的牧师，伊嘛是以后真做我这个甲我帮衬足大吼，伊给我1几年吼。但是我就是讲，大家等于台湾嘛，拢会去找，因为对伊会当得到真侪智慧，因讲出来话拢足有智慧啦吼。所以讲，咱人生大地位开始小学一直读册吼，但是真忝的所在是忝这个智慧吼。这年纪较大的，就有这个会当互人。真好的智慧，所以我真爱甲因斗阵啦。尤其是个萧清文牧师，萧美琴副总统的爸爸，伊嘛是爱即个输入法，我要甲伊熟悉。熟悉了后，伊住迄个纽泽西嘛，阮定定拢啦开早会拢会斗阵。伊就爱叫我甲装，每届就拢有新的物件，就拢爱去萧牧师爱拢会叫我去带因兜吼，我去带因兜要10摆啊吼。最后一摆就是迄个过身了后，迄个牧师娘，迄个牧师娘的台语吼，世界好听啦吼，这是正港台南菜市仔的台语吼。我去遐拢足爱甲伊讲台语，伊嘛足爱我去的，拢早有机会好讲台语啦吼。因为甲小姐夫牧师因中间嘛是拢讲英语哦，甲我去的时阵会当讲台语。最后一摆时讲，我来恁遐透尾10届哦。是毋是会使甲伊做迄一张相啦？有影啦吼，我有甲伊做迄一张相哦。这是我感觉讲伫我个人伫做这个台语文史纲内底吼，足欢喜的一项代志。讲到这本册时阵，
迄个大好诶，迄个总编辑吼，伊就讲好，那就我就甲迄个台文诶稿吼，我就甲其实遮诶文章吼，伫以前拢伫我个杂志啦，写台文诶杂志吼，台湾教会公布诶台文世界啦，啊新书遮诶辅导员吼，啊母语辅导员拢有看过，我就甲捡过我来吼，啊所以寄互伊。啊，就即讲啊，找人甲翻做，找我迄个曾惠平先生哦，伊台语足好嘛，华语嘛好，我讲你拜托啊翻做华语互伊会当对照安尼哦，所以安尼我伫短时间就完成啦吼。啊，伊即个总编辑就足重视即本册吼，啊我足用心诶哦，啊一开始就真感谢即个。宋定来老师吼，伊拜托伊写推荐序，啊，结果伊甲我回讲，毋知拖偌久，伊讲伊即马足无用，啊，佫实际无啥好，啊，结果嘛是过正10工诶款，伊就写出来啊，啊，叫写到就等于敢若伫导书啦吼，表示讲伊有规本拢有甲读了啦吼，足无简单诶，啊，所以咱来讲较无闲诶人吼。会使甲来看迄个导图，伊个导图，吼，啊，就会当知影即本册咧写啥啦，吼。啊，落去周文教授嘛，真感谢，我嘛知伊足无用诶吼。但是我感觉吼，伊若会当甲我写推荐序吼，咧对即本册帮助伊就足大啦。伊嘛是甲我印好吼，啊，但是有较久诶时间，我甲讲你嘛无时间读吼，先读迄个宋定来老师诶迄篇。导图就会知影啦吼，啊，落去就嘛甲有总裁管写甲真好势，哦，啊，过来找即个，该感谢即个大中教育大学何庆涵教授吼，我嘛请伊写序吼，啊，伊嘛拢有照时间写出来，啊，这杜信良老先生吼，啊，伊是即讲作家吼，啊，即摆我真拍拼去写啦吼，啊，最近真感动讲。伊讲伊卖股票来出版册吼，台湾你出版册，但无你作者家己本身拢爱出一寡册啦吼。啊，结果册拢放伫厝里堆规堆，哦，啊，真歹销就对啦吼。啊，所以台湾人对读册就袂讲像日本人安尼吼。日本人因咧创迄册拢足细本咧吼，就是迄方便沙。啊，你因上班坐电车就会当读册哦，大人最爱读册。啥人唔知影，啥对读册较无兴趣吼。啊，希望咱台语文，因为咱以前读诶拢读外国册嘛吼。啊，只要有台语文诶时阵，我真希望大家会感觉讲读到你诶滋味会无共啦吼。像讲我家己愈读愈爱读安尼吼，啊愈写愈爱写哦，来达到这个程度，我想咱台语文吼要出头天会真紧啦吼。啊，即个咱大家感觉奇怪，一般出册拢会甲迄个序咯，迄个推荐序放到头前啦吼。这就是智慧的即个前辈吼，赖永祥长老。是的，赖永祥长老因小弟写一本奥托鲁的礼物小说吼。迄嘛等讲写台湾的小说咯，用日文写甲足好啦。啊，我就甲伊迄个罗长老就叫我甲翻译做迄个台文出版啦。啊，当时我一开始我嘛拢甲一寡遐拢放到头前哦，一寡序咯，啥有诶无诶啊。伊讲要读小说诶人哦，摕到册尔，第一个就是要赶紧知影讲即个小说诶即个要进入迄个上趣味诶所在。哦，啊，你头前遐你读大，伊就讲只个我要读小说诶迄个气氛就无去啦吼。所以我若小说诶时阵，遐拢爱放伫后壁啦。所以咱会感觉奇怪，就是讲，甲一般台湾诶小说无共吼。这序咯，也是讲迄款诶，普通拢有即个作者诶小解吼。啊，总编辑叫我写作者诶小解啦。
哦，我讲我这是用我的笔名叫林清水哦，要写，要用小说的方式，用第三者哦，关于宋地来老师教讲，安尼较客观哦。所以讲我来讲，佮我小解落时，大家就知了。我讲你着用林清水，我做这个台语文改时，哦，迄当时李金华教授伊嘛算诗人嘛吼，伊嘛叫我写诗嘛，伊就教我讲写看觅啊。我嘛甲写看觅，当时甲写些林清水即个诗啦吼。我是感觉讲迄是诗啦，若真正诗人讲迄毋是诗啦吼。我像在座各位你来讲，无几个是诗人，你甲读看觅吼，嘛有诗的迄个味啦。就是讲，我一生我为即个南投国城足产生出来啦吼，所以父母足贫欠啦吼，所以啉清水无得啉咖啡啉茶啦吼。咱即个今仔日这开写作者林俊玉吼，林俊玉已经有得啉咖啡、啉茶啦哦，所以希望大家为这啉清水，我会当知影讲，咱人的心灵吼，也是讲迄个会当有即个真清爽的感觉吼，一寡遮的人类发明出来的遮咖啡咯、茶米茶咯。哦，这会尽量讲，嘛会先甲啉清水，确实有迄个意义伫地。哦，讲到这是毋是要暂时休困者？我大家有啥物问题吼？大家小讨论者敢好？好。安尼，即马来咱请迄个马顶咱的好朋友吼。针对林清水，咱即马知影林清水就是林俊玉长老吼。伊即马所讲的吼，看大家有啥物要来吼甲伊互动的，来请迄个大家出声，举手者安尼。手底有即本册的人，请举手者，有无？已经有买？也袂有吼。安尼，毋过咱今仔日吼，长老现场安尼甲咱讲吼，咱嘛大家知影讲即本册吼，就是真正是一个真好的精神啦吼。安尼甲伊写出来就是出册过程拢是无简单的吼，尤其是我看长老即本咱伫迄个现场先台遐有发表过啊啦吼。现场长老嘛讲较足精彩吼。过来就是讲伊用迄音安尼甲阮现场安尼吼，印伊诶物件互阮看安尼啦吼。即安尼我看无通互恁看着，我用迄背景就看无啦吼。对了，伊即本册啦吼，咱封面嘛足水诶吼。主要是讲册皮顶悬迄句话，才看着会感动啦吼。听着是伫别人诶需要上去看着家己诶责任啦。即款诶物件，就是家己蜡烛安尼共款烧毋过别人会光会温暖吼。咱若干若看册皮甲即个标题啦吼，就是会有真，像我家己个人是看到感觉真深诶感觉足清幽安尼，迄海迄云安尼吼，就是自然诶安尼啦。是咱请迄个手底有册诶人来迄个，搁再描述者，搁再讲者安尼。敢有人看迄个，也是咱无，咱请周勇教授吼，你有书有甲阮写嘛吼？也是你针对你迄个。我想吼，迄个这内底作者拢是，就是伊诶人生诶经验用小说诶方式甲写出来啦吼。我想可能嘛有真侪朋友会有好奇啦吼。是安怎俊玉长老呢？会惊对台语文即20几冬来呢？一个入来台语界呢，拢一直冲，一直做作者。虽然可能伫台仔顶无啥人知影，毋过呢，其实做诶拢是真侪真重要诶事工敢内行诶人较会知啦。无像即摆话呢，你若看着 FB 拢伫操蛋啦，讲啥物物件拢为开始，感觉听到是种爱笑啦。迄实在是足含啦
拢毋知影人以前来拍拼啊。其实呢，咱台湾人应该知影讲，过去人有做过偌济，咱就共肯定嘛。啊，愈济人来做，这是好代志嘛。啊，你若讲即个代志甲咱一个人做，安尼毋是感觉伤孤单？啊，所以呢，我想讲啊，代替咱线顶的朋友问一下即个准约长老啦，啊，你是啥物机缘呢？咱会开始聊咧台语文啊嘛，上面做一个工具啊嘛，翻译真济著作呢。我看博士嘛是翻译呢，啊，你是安怎会当翻解遐紧？啊，像即本是你的家己写的这是等于小说的自传啦，敢若用小说的方式，其实就是你的人生的智慧的一个浓缩啦，啊，甲咱先请准约长老你来讲看嘛，你是安怎啥物机缘之下，会聊来台语文甲台语当做家己的信用，安尼做这个事工多谢。这个我拄则讲到哈佛大学开台语课，李兴华教授来教我嘛来阮教会教别个时，我安尼开始啦。第一是这母语插入我的心啦感觉讲你的规个迄个滋味拢无共。以前我要写文章、写作文，拢是我成绩上歹就拢写袂出来啦忽然间学了后，要写就拢写会出来过来就是讲，李永教授带阮咧世界西行，我发现讲台语文嘛是弱势团体啦所以我嘛是伫我信仰，我感觉讲伫即个台语文的需要上，看到家己的责任啦第一个开始创这个事业发的时阵，迄当时因为我就讲。好，以后袂阁用波，以前我拍波，我喺中文的迄个册嘛，早写到几百万字有啦迄个《暮光丛书》，我这本册内底嘛有写《暮光丛书》内底有10本差几百万字。我伫拍迄个字盘，加英语的字盘，面顶无波，我知影波一堆啦，所以拍着足紧的啦但是。迄当时就感觉讲，学着别个字，学着台语了，规个拢改变，规个拢甲放弃就对啦。所以讲，对李金华教授行，伊嘛是等讲伊台语文界嘛是安尼伫想嘛我感觉对伊嘛得到足济啦我会即个输入法迄当时有即个迄当时迄个。电两位教授迄个我还未学着，就有即个学习啦学习就是迄个，敢若是洛杉矶苏志明先生开发的嘛但是开发的时阵，伫我的电脑的面顶，一直到迄个 Microsoft 到 Win 的时阵，伊就无法度啦，都袂拍伫即个 Microsoft 讲实在伊对人类国面较大，讲实在伊嘛趁咱足侪钱的啦伊安尼叫政府足侪政府甲国家伊安尼赔嘛，拢无要紧啦。伊反正伊就想要安尼叫你一定按钱，所以伊一直 ISO 一直换，换到你写即个假死的人拢对伊袂着嘛。所以咱即个迄个学习就萎靡了就无法度拍要安怎？迄当时加在有一个老计学先生，大概毋知影会记哦，伊是 TP 台湾的 package。开发迄个第一个台湾台语会使拍白话字的，就是为伊开始啦。其实是台湾圣经公会上早啦。即个圣经公我定来叫骂，就是讲伊家己用，伊无要摕出来互即个外面的人用啦即个老计学伊就开发出来，教育方式开发出来。所以伊个声调标伫 OAOR 标伫对一个面顶迄个老计学的甲圣经公会无共所以迄个陈前准，我遮有一个陈前准长老，伊红背圣经，白话字圣经叫国民党政府牧师去烧掉的时，伊就感觉讲，哎哟，太有即个台语这白话字，伊就开始学学了后。就足爱拍电脑爱拍，
但是伊就无物件嘛，就讲拍圣经嘛，哦，所以甲迄个6年久甲把迄个圣经拍好，拍好了讲对啊，就讲迄当时我就学晓啊，甲迄个伊个数字甲改做调好了，摕个圣经讲话，就叫讲上网嘛。以前我伫台语文界吼，常常拢会感觉讲，这是长老教会地位开始的，我拢会讲我是长老教会人吼。这个故事我想讲互大家知吼。我去参加这个世界台语赢时，有一个人，这个人叫第4宗了吼，伊就指我的鼻孔吼，讲你长老教会无效，敢若电视剧牧师出来拢无效啦吼。我像伊拄即款的人吼，主人就安尼讲啦吼，有几下位教我赶快叫安尼刺激的。我即个人是袂堪你刺激的人哦。你愈刺激，我等于想看觅，有物仔无效啊，无效，所以我就爱拍拼来做，大家过来肯定讲长老教会哦，电视剧牧师要有认准要有效啦吼。所以这就是讲，我甲即个台语文当做家己的画面伫做，所以伫做的时阵就安怎就袂忝啦。哦，像即阵长期生，我感觉才从到即摆，另外这是无感觉忝啊，因为我就是这就是我的性命，我伫做嘛，安尼毋知有，我讲安尼有清楚无？真多谢啦吼，我补充一个啦吼，即个准啊长老呐，对着拄则讲啊，对着这弱势吼，譬如讲即个目睭无看的盲人。即个点字系统因遮嘛有咧开发啦，可惜就是讲吼，政府的资源拢干来做华语的点字啦，中国话点字尔啦，台语的就拢顾在去，拢无咧重视啦，另外呢，除了即个盲人的部分佫有一个无讲到客语的部分啦，你也看咱的输入法嘛有客语毋若安尼进前呢，伊嘛佫有家己开钱出力即个客语的字典佫相关的遮的即个部分是毋是？我准啊长老，你才会当补充解说一下就是讲你啊看，真侪客人拢讲啥物咱台语沙文主义认真讲呢，第四迄个客语的是中国话呢，也毋是台语啦伊报仇煞报毋着兵去，煞拢徛伫中国话迄边。讲咱啥物，你得甲欺负。颠倒你看像林准了长老遮呢，进前就我所在，因着嘛做足侪客语的相关的事工呢。这拢开咱家己钱呢，客委会嘛拢无甲因补助，无甲因赞助着的呢。这拢是咱台语人的资源，甲因盗用的呢。你像讲咱迄个输入法，迄就是咱嘛有甲伊包容伫内底呢。咱的输入法就包容客语的呢。客语因家己敢有要开发？无呢。客家委员一档有40几亿呢，对无？因的钱拢未分互咱台语，嘛未分互其他族群的，就因嫌咧因要用呢。咱若是甲教育部请一下经费，要甲文化部请一下经费，好钱足少，因嘛要分一份呢。伊讲你教育部袂使干互台语尔，你文化部嘛袂使互台语尔，伊嘛要分一份呢。像咱迄个拄则，咱今仔下晡即个现场的即个。新闻发表嘛拄好，有人讲到即个国艺会即几年呢，因有加增加即个针对母语的即个文学奖呢。结果呢，客家讲伊嘛要一份，原就嘛要讲一份。结果呢，拢共才3个名额尔，一个客家，一个原住民，一个台语。这听起来敢若像足公平啦，毋过其实是无公平，是安怎呢？用客语来写作就无几篇啦。5期镜头比出来都未超过5篇啦，原住民嘛未超过5篇啦。咱用台语写是几百篇的结果拢甲伊讲拢是一个，哪有公平？缴税金的嘛是台语缴上济结果伊拢甲伊讲1比1，1比1，拢无影是咧讲迄假公平啦。所以咱想讲，做啊长老，你遮是毋是我补充一下？恁进前我会记恁嘛。做即个客语的部分你本身嘛去学客话呢，学甲嘛讲甲写叫呢，来，你是我按自说，来，新蒙你按自说，先讲台语点字啦即个
点字就是咱教育部确实足无重视咱台语啦，吼，尤其是客语免讲吼。我台语即个部分，就是因为即个双年教会每礼拜拢有差不多20几个来盲人来做礼拜，所以阮的迄个周报嘛有点字的嘛，就是讲爱甲圣经甲圣诗爱拍点字出来，互因来做礼拜共款，才有法度对那个方便做礼拜嘛。啊，我一摆转来的时阵，我拢会去甲因坐组的嘛，有一个就来甲我讲，林长老，面顶书会牧师伫讲，拢用讲台语圣经，读台语圣经。啊，阮下骹摸呢是国语的中华民国语的点字啦。哦，伊讲安尼，感觉足袂爽快啦。我听到这个，我确实这我的责任啦吼。啊，我就爱开始来做这个网站。以前这个阮拄开始做的时，有一个5外分的盲人的干事，伊咧用拍点字的吼，这款的周报，还拢有人来甲报读就领有一个人读好听，就照安尼拍出来啦。啊，伊着完过身了后，就换一个盲人干事的时，煞无人要去甲读报读啦，吼，可能嘛是讲。毋知什么原因啦，啊！伊只好就为现有的中华民国语的中文圣经的点字登录落来拍嘛。伊讲安尼是足袂爽快啦。啊，我就开始安尼来做。所以讲，信奉的即个蔡德明教授，我感觉足甘心的啦。伊足爱台语的，啊，但是伊本身就就是写创无落来哦。伊高雄囡仔哦，创无落来。啊，但是拄着我的时候，我嘛感谢。上帝就是讲，所以我一生安尼伫行落，感觉确实上主拢会伫头前哦，敢若一点光哦，我这本册内底拢坐开始，咱拄着，咱有1点光，1点光伫甲我印出啦吼，啊印出来时阵，这个点字确实用足侪精神的啦。第一就是讲，因用6个点，每来表示各种要姓氏的个咧，迄个谱也是词，要。中文、台语、客语拢有伊的定义伫底嘛，用6点安尼的字号，有法度甲定义出来。这个不赖哦，这个法国这个盲人，这个发明这个吼，确实对盲人足大的帮助啦。啊，无以前拢用碰字嘛，所以甘威廉牧师引进来台湾，拢用碰字。你讲？屈出的屈哦，你用碰字迄你碰甲无会晓，毋知要碰几分钟才无会知啊。啊，但是伊用迄个6点，有碰起来无碰起来呢，伊就有法度做合起来哦。这功能是足大的。啊，所以我就迄个就盲人去组一个团体，因拢爱来重新定义啦。以前教育部嘛创台语的点字。啊，但是无，因感觉有足侪无好用的所在，都有哪修改。啊，这修改定义出来，我等去台湾暗时拢去带迄个蔡德明领导吼。啊，暗时哦，伊下班了啊，就2个坐落来。啊，伊问我啊，即届来要创啥要做啥，甲讲咧吼。啊，伊一个足好的一个人啦吼。啊，伊就讲林长老，你忝你去困。啊，伊已经知影我要创啥吼，啊，就伊就创作啊半暝啊咧，哦，是安尼完成起来吼。啊，讲到这个客语吼，客语我是感觉讲，迄嘛是咱的母语之一啦。主要我是南投伫客人庄大汉的，细汉的时阵，哦，我喺当然拢客人啊。啊，阮妈妈嘛是客人。啊，但是伫阮兜内底是好咯啦吼。啊，干来我的妈妈甲有一个阿婶，村里拢是讲好咯。哦，啊，所以伫厝里其实无讲客语的机会。啊，但是出去遐甲囡仔斗阵的时阵，学校吼遐客语学讲人吼占差80%有啦。哦，迄产生的位啊，客人足济，所以我对客语嘛有一个母语的迄个感受啦。
我开始即个伫台中教育大学，伊开台语课的时，台语系台语系的时阵，伊第1年甲第2年电脑台语电脑叫我去教嘛。当时迄个邱显良牧师嘛，伫遐教客语啊，伊的客语是早时8点，我就共去带将我基督教病院的迄个人体房，透早坐火车，伊将我来台中遐去，我去遐读，我读你上课的时候，我拢甲录影起来，所以客语信望爱的网站，甲台语信望爱的网站，拢共款。台语有诶，客语一定有啦，无全尔啦。因为客家人真少人要来斗牙手，要来创所以咧输入法，迄个调符迄个调沿调诶调迄拢点毋着位啦迄当时迄个客人迄个邱显良牧师，伊落去就身体足歹，目睭嘛歹，拢无法度嘛迄个台南新人伊迄个客语教授，我叫啥物名？迄教阿扁啊，客语遐个客人票伫足侪迄个，即摆记伫遐歹啊，80岁啊，我做过2个月日本人。迄个牧师讲甲印好，就毋知走去倒位啊，就找回来。所以客语当时会使讲我凭我诶记忆，家己咧创即个。阮迄个教育系内底嘛有客语组，迄个刘敏珍小姐第1届伊客语组第1名，还佫一个迄个即马拢继续伫做客语信望爱即马去做老师，因为名受袂出来因落经营安尼创起来，所以迄个邱显良牧师就带阮去拜访即个客语的作家，迄个李超，去公馆去甲拜校，我咧拢录影记录，去甲拜校的时阵，我就讲你3本啥物韩语3部曲伊迄个内底拢是用中文写，敢若对话用客语尔迄嘛用汉语的客语我甲你改做汉语的客语好无？伊嘛足欢喜的所以我转去就改我主要辉文教授讲，我速度会遐紧，因为我这个人足急性的所以看视频伊嘛有急性，伊嘛知影我爱写的，所以我爱工具伊拢有开发，所以华语词汇变台语即我差不多95%拢转会过迄个要转到客语汉语嘛会使，汉语再个转好啦。问题是这客人足少人来参与啦。迄个字典，我嘛是讲无嘛，想办法有啦迄是邱显良牧师，伊将因客语圣经翻译的留落来，经落来思考。我甲伊摕好迄当时差不多2万字尔啦我就甲创上网用的人嘛足济迄Wikipedia。伊嘛有一个客语用白话字写的一群人我坐去Wikipedia看讲，哎哟，伊的客语的字典是用信望爱的啦，客语信望爱我惊一跳。落去我甲迄个负责人迄个负责人台湾囡仔呢，Australia 一个台湾囡仔，伊嘛讲毋知安怎讲去调来做客语落去加在阮遮有即个刘敏珍。这客语组这甲斗帮忙所以有改进足济啦。某时就讲白话字客语伫Wikipedia改进足好势时，因一群人反对用白话字啦，所以重点去做汉语去啦，这足可惜的过来就是讲客语嘛是足济盲人有点字的我刘敏珍伊的客语话，甲你讲足有字的伊去请一个叫做啥物计划就是讲因要训练因的啥物因的人才计划啦迄30几万呢迄个刘敏珍去请着伊问我讲要创啥？我讲你来美国来这个盲人的这个机构
去学点字啦。哦，你想办法甲客语点字做出来，转来有影创好哦，要去教育部，教育部甲你应讲用中文就好，不要客语的啦哦。最近有一个李文焕老师苗栗的，伊去迄个台南教育大学的特教的摕到博士啦吼，伊的论文就是客语点字啊，伊是足无简单哦，伊嘛是去甲厝馆咧去落来去创出来啊。伊为着要创教育部的客语，即马四海大平安都遐去建就对啦。逐个人拢买来，拢爱有啊！即摆敢若讲加几下个腔口出来哦。我就甲讲，恁客语嘛无像长老教会安尼，客语圣经用较侪人讲的苗栗我哋四管腔为主，来做一个恁客语族群的客语啦。甲台语相像，咱台语嘛是泉州人、漳州人来台湾开垦交通发达了后，语言就互通嘛。所以台湾即摆形成的普遍叫的台语，是以高雄市做中心的中南部腔口啦。所以咱教育部，你来看伊迄个书典内底，头前就是较侪人讲的，后壁就是第二人讲的啦。所以咱的一个族语一定要用较侪人讲的，一套出来。造法度，你迄套出来文字出来时，你家己的腔口会使照家己的腔口读。像日本嘛相像，日本的腔口比咱较济啊。但是到尾来是伊的日本国家的即个推出来的，就是以关东东京腔，写出来。其他大阪、神戸也是较南部遮的腔口，你要读的，家己要读会使照你的腔口读，但是你咧。教育要读册一定爱一套，安尼你即个族语才会起来啦。所以讲，咱台湾我即摆我嘛尽量伫鼓舞大家，尽量用较一个人讲的腔口来写，信望爱就照即个步数去行哦。真侪人喊落，也感觉讲，安尼用即个原则吼，咱的族语才有可能出头天啦。若无你敢若讲我要写我的，我要写你的，迄个是无。你家己要写会使，但是你要互大家用的时阵，上好是用普遍腔哦。讲到即个台语点字啊吼，咱迄个台文的魏荣教授，迄个做陈什么名？迄个某人，伊嘛第几名已经毕业啊。迄个草文，对吧？草文，伊去读的时阵。迄个咱有迄个一个迄个啥物名，我定记袂起来。咱咧博士班咧研究点是迄个蔡英玉，对。伊就甲接触，你叫甲接触了后，伊嘛甲我讲，台中迄个静宜大学嘛有一个客语的学生，蒙人要来读台文的啦吼。即个教育部咱的法律规定就是一定爱准备点字的迄个教材互因嘛，迄个台中的静宜迄个，伊就迄个问我伫甲联络的时阵，伊讲因迄个教育部委托淡江大学的迄个啥物，因咧蒙人的中心就去做遮的啦吼。遐我去叫因做台语的时阵，因嘛无爱做啦，因就是拢像。北京语就感觉国语会通就好啊吼，即个台语的要求甲免讲，所以伊做一个互我讲教材安尼会使袂啦吼，内底就足笑话，照他伊安怎写你敢知？照他，照就是照相的照，卡是咖啡的卡，我讲咧照卡号做厨房吼，安尼较袂使，我讲安尼绝对袂使啦。你一定要用这个台语的点字啊，结果不了了之啦。迄个学生嘛，无够才就无法度读啊。咱的魏文教授这个台文的这足无简单哦，伊较是天才我甲伊熟悉了，甲伊你来往是无？我甲伊通 email 嘛，足奇怪，我拢用白字写互伊哦。
伊有法度甲我回答啥物话哦？我嘛感觉你是看有看无哦，因为即马咱迄个地位是要去要变做因的点字哦，也无法度啦吼。阮迄个蔡特民要开发一个，阮即摆有法度用迄个咱白话字的数字调号入去，伊会当甲你转做台语的点字啊。哦，我伫讲，我伫甲因通 email， 即马拢用点字台语的点字伫甲因通嘛嘿。迄个买有趣味的人吼，伫迄个阮的生活的网站，我会送互你知影讲对一个吼，你就当去拍咧，你就当甲即个盲人通配啦。啊，这盲人嘛是。因有当时嘛会种较难去读啊，实在拢要用听的啦。哦，我讲你会晓听，会晓讲，啊袂晓写嘛是文盲啊。甲咱即马台语共款啊。哦，有的人讲我会晓讲，会晓听就好。啊，我讲你若袂晓读，袂晓写，共款是文盲嘛。哦，所以拄着遮真济遮的困难哦，我就个人感觉讲，哦，上主有伫下因带，有足济人拢会来斗家手来完成遮个事工啦。啊，你毋知有关系无？你有了解？好，多谢吼。啊，迄个，咱迄个龙光兄弟提问讲，咱迄双连教会啊，嘿，即马有一个叫做林静怡的，敢是有伫做迄个客语的盲人点字，你敢有熟悉？你妈教啦，你们阿教哦，就是阿教哦，哦，阿教，伊我人叫啥物静怡啥物话？哦，对啦，看阿教电脑大家我爱做熟个啊。我个作成，伊拢有教我，伊较是我真感谢。伊本来是迄个教盲人行动训练，定向训练也怪啊，迄个老师嘛，伊嘛真感动啊。伊我遮嘛摕足侪资料啊，伊嘛用家己的方法来创啦吼。查讲就是讲，若教育部无要推吼，可能民间假是真困难啊。我是感觉讲，我因有需要，我就做啊。哦，你一个人有需要，我嘛会做啊。哦，这就是讲大家要有这个精神啦。哦，这是我的信用，我所要行出来哦。所以上帝系伊的迄个推荐文，迄个你若甲读了，伊会讲基督徒有两种啦。哦，一种就是修道院内底个人修院，哦基督徒爱互伊家对家己的利益吼。另外一种讲就是林俊玉安尼行出来哦，实践出来啦。哦，所以讲我对来讲，迄个变仔哦，对我印象真大，就是讲你有行动，还有祈祷，安尼才是真正。你讲要对耶稣的脚步，加拿大讲，你实在无去做，得去灵嘛？你信仰得去，甲国家拜得着家乡对拜尔，无得互社会得着啥诶？哦，耶稣伊安尼。伊伫为着传统研究人得受教，伊嘛是为着这个目的，为着救咱人类的心灵啦。哦，咱迄个李登辉前总统做总统的时候，在讲要拯救台湾人的心灵哦。迄个运动我有甲参与哦，确实有需要。若无咱会直争论，叫人骗甲毋知影，干那要讲伊的话，要写伊的字，伊当会食你口教啊。哦。好，多谢。真多谢哈，我嘛补充几点啦哈。若是有朋友有问题，随时会当举手哦哈。我梁光兄后来，无梁光兄你先讲吼来。我第一遍吼，虽然你检测毋知影啦吼，我起码伫遮讲一个，我一个代志互你参考啦哈。我其实吼，我足早就捌你，你敢知影？你毋捌我。我你的名吼是为即个教会公布来啦。你迄当时你无咧做台文，你阵仔拢咧做即个盲人的事工，你做人投入。我不时会伫教会公布，看到林俊玉长老即个人。迄当时我就互我感觉哦，即个人吼会做的事工，互我做人钦佩啦，吼。想袂到。你搁落来哇！你搁来做台文吼，我愈搁较钦佩吼。我是咧想讲吼，你做这个台文的事工吼，咱迄个耶稣讲伊好足侪青眉人嘛，吼。
我是咧想讲，这是敢是干那咧讲肉体上的青梅的需要能力，啊是讲耶稣吼，伊咧医好的是医好迄当时的人的遐青梅牛就对啦，吼，心灵上的青梅吼，社会文化的青梅，啊，迄当时的这甚至包括迄个指导的遐个。即个法利赛人文书，伊嘛是灵性上的青梅哦，因看袂到耶稣是即个弥赛亚即个真理啦吼，即个事实啦吼。啊，所以我会感觉讲，哦，你按即个迄种上早期吼，啊，你关心盲人，一般就是真正是肉体上看无的人，啊，到尾啊，你阁刷来台湾即地。啊，实是咱台湾足侪青梅牛啊！哎呀，哦，啊，我是用安尼拄仔听你咧讲的时阵，啊，我较去安尼用去想着啦吼。啊，我用安尼来甲你连接吼。啊，毋知我安尼想吼，敢对无安尼？正确啦，哦，伊四福音书内底讲的迄个青梅，迄是肉体的啦。啊，其实规本圣经上主所有的话。拢是伫医治咱心灵的青梅啦，哦，你知影我意思？这规本圣经就是拢是，哦，啊，讲到即个，你伫广播社看到遐文章哦，我就拄才讲，我写作文拢足含慢的啦吼，啊，阮迄是为着要报道即个盲人的事工勉强写吼，啊去投稿，啊尾也加在有拄着一个周英勇老师，哦。伊嘛关心盲人，伊就是葛玛兰之光单我学传奇的作者嘛。啊，阮平平安尼熟悉，伊拢替我改啊。吼，啊，大概拢改到万江吼。我足感谢，就是讲，我有需要啥啊，上主就安排有人来甲我斗加手。这是我所有我信仰内底一直肯定的，就是讲。上主的引带带来，较是我足重要。啊，所以我投稿去的时阵，伊读安怎摆文，我安怎文安怎摆，伊拢有定。所以迄当时的总编辑是罗俊义牧师，叫做有名罗俊义牧师。伊来阮波士顿的时阵，来阮请伊来做报道会，啊，拄着这个我就安排我去带去伊拢安排每届无共款人去。无共款所在，哦，来波士顿若人家我拢会带去迄个 Henry Shaw， 就是湖滨散记 Warden Park， 魏明教授去，我嘛带你去嘛吼，哦，去个所在，啊，我就带去设一燃料，哦，啊，迄个罗主，我就问罗主任牧师讲，我的文章写文笔遐歹，你来逐篇都看啦。伊甲印就讲，全世界都敢若你伫写关心盲人个代志，哦，迄当时较是咩哦？啊，要推动这个事工，我想讲双连教会推动到足成功，要去推动别间教会，我无简单嘞，推动袂起来，无像我即款的人哦，甘愿安尼做哦，爱拄着即款的人，才有可能讲做起来啦。到这为止嘛，是讲双连教会做我上成功。啊，因一般啦，教会事工嘛是讲负责人嘛走去，也是安怎退休，就种爱停去啦。我足感谢上帝讲，双连教会到这20几年啊，要继续一直伫成长。啊，因咧西罗亚接到无两个世界去学校去加入去见证，去拯救迄人的心灵啊。因捌一届去咧加入见证了后，迄加入一人写尾来。而且来双连教会，我是用伊毋捌我，才爱因转互我一个看。伊讲伊叫伊感动甲，就啊规个人拢变好起来，啊就咧得到特赦啦。无伊本来迄无基督的咧，伊特赦出来咧。我讲哇，这较是啥？这个力量足大啦！我感觉讲，这我会安尼车里是咧做着种真正这帮人哦，拢有大家拢会迄个咧，你同齐来做上主的工。你上主，人讲上帝，伊要计划对人类安怎，一定爱人类来斗下手来做啦。
伊毋是讲伊讲过来，结果过来，你无咱这回应信徒无来做，根本伊上帝嘛无来完成啊。所以我就凭着这样内心，我迄个努力继续搁伫写啦吼。啊，讲起来，我的第2本已经出来啊，我有教授有看到，讲会使做教材吼，我拢会写底篇啦吼。啊，底篇下起来一个主题一个主题吼，我希望我来有钱好出版啦吼，我出版无钱哦，我这本用185000块，你敢知？18啊，互我500本啦吼，啊，所以讲台湾出版较是毋是遐好啦吼，希望顶方愈侪人会愈感动的人，即讲伫台湾的出版商会当支持的吼，所以一直伫安尼伫推广伫讲互听啦吼，啊尽量我像上主会有足好诶方法伫引带伫带了吼，伫我有生之年还佫会使做一寡代志安尼啦。这个对了，你拄则吼讲到即个罗俊义牧师啦吼，啊，这有哪互我想到讲，即个罗牧师真正听捌会啦，好诶物件伊拢知影。哦，你讲你安尼用中文写，啊，你感觉文笔无好，伊嘛甲你看。啊，我吼离迄可能毋知含你个时间差不多诶款，我有哪有去教会公报社拜访伊啊？我本地嘛还没无熟悉啊。啊，我就是咧甲伊推广台湾通信，伊讲，安尼来吼，你台湾通信的迄个原底的稿吼，你安尼排版好势好，你摕来，啊，伊逐期吼，拢甲印甲伫即个台湾通迄个教会公报社寄，连续介绍要甲1、2档的款啦，所以我是感觉讲，即个罗俊义牧师，即个实在是真捌会，啊，真无简单，啊到。一直到即马，伊嘛不时有用台语咧讲一寡即个圣经吼。最近介绍咧讲创世纪，我感觉伊对圣经的这论点吼，实在是含咱的台湾的社会足人有迄个密切的关系啦吼。拄则我咧问迄个问题吼，我是我本地就一直咧想讲奇怪，较会耶稣迄个时代较会青眉的人，较会特别济，较不时讲咧伊伫青眉的。听啦吼，我伫咧想讲，检猜吼，即个耶稣咧讲迄阵来青眉吼，当然可能是有啦，确实是有医好即个肉体上的青眉吼。毋过我是会感觉讲，即个书法音书内面咧讲的遮吼，较济是咧讲的即个心灵上灵性上甚至讲伫即个伫殖民社会犹太社会遐人遐青眉牛啦，我就无死心，我想讲，我安尼讲敢会乌白想啦吼。我就真正，我就写一段啦吼，我来写讲吼，讲台语吼，讲这毋捌字的人是青眉牛啦吼。我就问 AI 就对啦吼，我是安尼写。咱台语吼，讲这毋捌字的人是青眉牛啦吼。耶稣迄个时代吼，伫殖民犹太迄个殖民社会吼。耶稣咧讲诶，医好青眉人，敢是干那限伫讲医好肉体上人诶青眉啦？卜出来，伊就一直讲呢，伊就讲毋是啦，这对无毋对，这是即个耶稣迄阵医好肉体上诶青眉。毋过足侪即个所在伊诶论点是咧讲即个医好迄当时社会伫即个灵性上、文化上、精神上的青眉啦吼。我阁袂死心，我甲问咧，无讲无你敢会当引用一寡圣经节出来啦吼。当然引用的就是几啊位啦吼。我讲一个较大家较熟的，就是讲迄个路加福音4章18节，伫迄个论讲啥物是福音嘛吼。耶稣迄阵就讲足清楚啊，伊就是讲吼，迄个主的灵是安尼高伫我的心上吼，伊要讲好消息吼，或者善良人吼，要互即个啥物款，互受力得到头棒吼，互青眉得到看见吼，互压济人安尼会当得到安尼头棒安尼吼，所以这就是真明显吼，真明显，所以我是
会感觉讲，你迄个即马即个村长长了，你咧讲的这个关心青梅人这个代志吼，佮刷落来，你过来做台文这块吼，确实实在是要佮较快啦，要佮较快。哦，你台湾人青梅有代济。教会公报社迄个罗仲义牧师，伊出来了有出足一册嘛，伊遐个册，伊嘛知影我有迄个工具好华语，伊拢用华语写，伊叫伊写台语嘛无法度啦。华语写出足济，伊拢摕互我，叫我甲改做台语，所以信望的网站。阮落尾有将台文圣经创一个网站叫 CTV， 你本来台语改做 CTV Common Taiwanese Bible.fs.net， 你去入内底，足济，反正伫台语巴结个圣经的后壁有一个学经，迄是会当听有声的啦。一个阮的阅读就是罗俊义牧师伊的讲阮的讲解啦，解经啦，所以恁甲试看觅罗俊义牧师伊的解经，伫信望的网站面顶拢有啦，因为有真侪人知影拢会去利用所以即个伊了后换即个张立夫牧师做社长，伊嘛足爱台语的。咱即个第一本白话字翻译的册叫《平民的基督传》。1930年代，迄个世界拢伫流行，甲四福音书拢写耶稣的传记，甲合作一本叫做《耶稣传》。即个册，迄个巴吉勒伊找到一本上畅销的，伊就叫台南师人伊的高德章教授，叫伊甲翻做台语啦。迄当时伊的台语敢若会晓白话字，袂晓汉字啦。所以伊的平民基督传是用迄个白话字写的啦。当然是高雄腔啦。真是也久教咯，才会听多咯，才你就知影是高雄腔咯。迄个我摕到迄本了。迄本册伊翻译了，伊过身的时有互因囝一本，伊敢若5个囝的款啦，因某一本啦，因某过身的时阵，就交互大囝嘛。迄个大囝叫做高啥物 Houston， 高啥物我才记袂记哦。你去我带我去波士顿去参加因的聚会时，迄个高德章因遮高啥物名？我爱阁查伊将因老母留落来迄本《平民基督传》台语第一本世界译本的册，交互你听我，讲这送你。够路用啦，别人无路用，去送伊嘛收起来迄是拄着我甲摕来，我讲拜托迄个我的大家长牧师甲拍去，拍了后，我就知影白话字拄仔开始，当时迄个陈立伟教授嘛伫迄个中光遐嘛，你个台湾通讯嘛拢用汉语所以我拢将伊白话字要改汉语啦。以前汉语改汉语无工具，就用全部取代来去甲创。创出来时，我一个看讲1932年教会公报出版的我去找迄张立夫牧师，我第一间去甲见面，我就讲，这本你看卖看是毋是？我有创汉语版迄个出版伊一看到欢喜啊！哟，伊要出版，所以咧平民基督传汉语版有出版出来，即马伫迄个巴吉勒纪念馆内底拢有放迄本啦。了后，迄当时我嘛有将红梅圣经，但其实牧师嘛拍出来嘛。我嘛改做汉语嘛，我红梅圣经嘛有汉语版，伊看到台语拢会爱啦。哟，我就互伊摕互伊结果伊嘛出啦，嘛有再版的，有人买有人再版。
这本红梅圣经是干那这有继续出来，无出来拢无去啊。哦，当然即摆天主教要继续对用啦。哦，所以讲即个教会公布，我是感觉大家小可甲鼓励。哦，即摆社长也是啊，拢甲鼓励啊。我迄个罗英祥长老讲，即摆迄个马街来台湾150周年纪念，好解啊物件创出来啊。我就从英文版甲迄个台语版、汉语版对照，伊就出来。就要感觉讲，迄个罗英祥长老哦，伊一直伫尊重讲咱迄个海份来摕掉啦吼。伊讲迄字根本就无路用诶，所以伊佫创一个迄个台湾语版，加英文版，即马100版啊，无偌久会出版啦。所以因嘛是，你若有物件互伊，因嘛拢会爱出啦。哦，阮遮迄个这出版了后，嘛会出版阮迄个专门台语圣经诶update版本。别个咧圣经是0.0版哦，人中文圣经一定5.8版啦吼，因为伊个草本一直出来，圣经学家的解说一直改进嘛，一直有伫进步啦。哦，英文版嘛直直进步啊，就是干那台文版无进步。阮即马迄当时就是讲，迄个萧金文牧师也伫地线，伊真拍拼，拢去找牧师咯，啥来斗下手，结果牧师拢无人要来抄啦吼。当要安怎要创要安怎？我有一届伫迄个报米界拄着叶约翰牧师，伊是台湾人，伊圣经新约圣经伫美国算不止权威的人啊。哦，伊嘛伊讲去啊，请来演讲，我拄着伊，我去甲伊讲的时，伊讲我专门来去圣经，我无想到伊嘛足关心这本圣经啦吼，伊话有伫注意啦。这我就甲讲我有即个情形，就要 update， 无法度啦吼。找无牧师来斗较少。伊讲即摆英文版遐尔济啊，你找英文版会晓英文诶，你读咧，一个比较咧，人是安怎 update 你就照安尼 update 就好啊。阮有影照安尼来做，阮遮有几位英文较好诶哦，只要你甲规个改讲，罗长老讲安尼会使啊，会使出版啊。阮已经交会公布，希望马街在台湾诶出版了，明年会当出版啦吼。多谢。好，安尼咱来听现场的朋友吼，咱拄则咱听两位长老蒋教授拢有对迄个对长老的一寡吼小解啦，甲伊家己本人安尼讲较足明的嘛吼，毋知影大家有人要来回应交流一下无？安尼来有无？若有咱就互大家优先先讲啦吼，若无我就过来继续补充啦吼。有无？来咱线顶的友志，大家来优先互大家有无？来，若是无要紧，看想啦吼。我也过来针对拄则准了长老的内容吼，我分几点来补充啦吼。第一点就是有关客家的问题吼，这嘛是吼，我的重点就是吼，咱爱有意识积极去这个。就是莫阁用抹黑即个啥物河洛沙文主义啦，即个吼，咱毋是干点拢莫讲就好啊，咱是爱反击啦，我即摆是爱主张反击啦，因为咱若无反击，咱拢希望打标签啦，人讲下到会缀死囝啦，明明咱都也无咧排斥伊客家，煞单互打一个标签，讲咱啥物河洛沙文主义吼，认真讲呢，我即摆颠倒是要讲，即摆。客委会是客家沙文主义啦，客家沙文主义，为什么咱会讲是客家沙文主义呢？你也看哦，伊的客家伊有客家基本法，伫客家基本法内底呢，伊讲哦，你若各县市乡镇啊，你若有1/3，有1/3的人口，安尼呢，你就是客语是伊的重点的砖头啊啦。只要1/3的人口哦，伊客语就爱成做通行的语言之一啦。安尼也是伊有一半哦，有一半就一定爱变做通行语啦。好啦，咱也徛一个公平，倒变过来，台语是毋是嘛爱按适应？若安尼照讲，台语只要1/3的台语，你嘛是爱台语嘛是通行语之一啦。
啊，若有一半以上台语嘛是爱主要通用语啊。啊，请问，客委会家己嘛有调查哦，你像咱台南市啊、台南县市啊，根本都毋是客家的重点区啦，无1/3啦，客人伫遮占无几个呢。但是，因要求台南市政府要有客家委员会，所以台南市有客家委员会呢。台南市嘛有客家文物馆呢。但是咱甲20几当前，我甲吴语言老师，阮伫教育部、教育局、台南市，阮就甲主张讲，啊，你也台语委员会啊，到今拢无成立呢，无啥物预算，无啥物专门的呢。啊，阮嘛包括咱台南陈正雄即个台文笔会的前会长，阮一定也嘛拢讲，啊，无咱台南嘛有一个台语的文学馆，到即嘛拢无呢。咱要求一个台语的相关的机构场地拢无呢，结果有客家文物馆啊，客家文物馆台南市的客家文物馆咧创啥？咧饲蠓呢？咱台语的拢无啊，无场地啊，所以我毋则讲今年吼，我甲我带20几栋迄间厝摕出来做台湾文学馆，就是安尼啊。咱甲诉求讲啊，恁台语足侪人啊，无需要，结果你毋知全台湾咯。客家的文物馆啊，文化园区啊，有2个是全国性的啦，迄占地10几公顷呢，足大的呢，夭寿大呢，有2间哦，即个一个伫北部，一个南部，啊，过来差不多逐个县市拢有客家文物馆、客家文化园区啦，差不多逐个县市拢有啦。啊，咱台语有无？无，敢若彰化周清玉县长伊这私人。伊去借一个场地啊，办迄个中华的台语文园区尔，私人的啦。剩的全台湾拢无半个公立的，啊，有影响无？有影响啊！咱即摆解说员拢客家咧解说啊，因钱足济，因的奖励，比如讲因大学内底有客家学院、中央大学，有客家学院，交通大学有客家学院，因钱足济，会当鼓励的研究生。硬就人拢变去客家的，你像讲啥物客家会报，迄嘛根本就无影啊！迄客家迄是较早迄一个纺织公司人做，而且迄个时代不只是台湾，规个亚洲拢着迄种大红花的迄种的布料的花色。结果伊就硬甲你讲，迄是客家会报，逐项拢变客家的，啊，这拢违反事实啊！包括像个客家会报，即个。进前的即个客家委员会杨长泽，伊家己佫作晓摆讲，迄就是伊 idea 伊用出来，你这硬，甲迄是全台湾人的共同的特色，变做是你客家的，你这就是客家沙文主义啊！结果人也拢咧牵拖讲咱河洛沙文主义，所以像这咱嘛是要有意识，该反击咱嘛来反击，无咱会用下九的第四囝白白步年甲乌，无影的代志，煞拢咧牵拖咱。所以这是第一点，咱来做一个补充过来第2点呢，这个拄则有讲到迄个方言的部分啦，确实啦，拄则主任长了讲，迄挺有道理，就是讲每一个语言拢有方言差，越南话嘛有呢，越南话的方言差比咱台语的方言差较大呢，但是伊在做教育、在做推动的时，伊嘛是要有一个共同的。规范啦，当然咱迄种毋是讲你着家己方言一定甲太好死，毋是，咱迄是一个较温和的一个做法。若无你若像即摆客家表面上听起来最好听啦，伊着四海大平安5大方言啦，原住民42种的方言啦，伊的预算迄就是啥物抢经费的，伊着甲你升42字，客家着甲你预算甲你升5倍，迄就是消耗预算的啊，结果呢？有达成啥物效果无？无啊！迄是咧消耗预算的，着逐个做伙死啊！所以呢，咱台语嘛是共款就是咱即摆有一个所谓优势腔，较主流的，就以台南高雄遮为主，迄个优势腔咱尽量就是以即个为主特别是书写的部分啦，要有一个书写的一个标准其实咱即摆嘛拢有啦，其实咱即摆。经过8位100外档的这个发展，其实嘛有大大形成所以呢，颠倒是教育部伊即摆咧行翻头路，讲你甲你强调这是漳州腔、泉州腔，
台湾真无简单，就行出一个台湾腔出来。这伫语言学界嘛拢有共识，咱这就是台湾腔啊。搁咧甲你翻头讲，你着爱追溯去甲中国漳州、泉州、六个、索个，迄是害死台语啦，毋通中计啦。啊，搁来即个最近台湾文学馆无啊，即个有一个台湾文学的金典奖啦，吼。今年呢嘛，加好势呢，颁一个100万的大奖哦，新台票100万，讲互一个台语文学的作家啦。迄个作家吼，林某某啦，吼，毋是林准玉啦，吼，是另外一个林某某啦。咱毋免替拍知名度啦，因讲出来，逐个咱在座也无人捌伊啦。因为伊就从来无咧写台语的啦，伊较早伊是中文的作家啦，吼，南洋的中文的作家啦。伊就黑白甲你斗。甲你一寡台语，因为伊都拢无咧写，迄个顶个会使讲，伊都黑白斗一寡伊感觉对的吼，譬如讲佚佗，吼，就安怎斗，啥物会字咧，伊就敢若安尼斗，迄就敢若袂输以前，包括我细汉想要写台语，都袂啥会晓写台语，就凊彩黑白摕字来斗，结果评审甲你讲，那是啊，结果呢，评审甲你讲吼，好，做有创意的啦。非常有创意，非常的赞，讲安尼颁一个100万的奖互伊啦，我讲迄就敢若袂输，你伫个小学生，伊拄咧读中文宝宝拄学咧学汉字的，汉字有当时黑白写斗毋对，你敢会讲你这写做好来颁一个中文的大奖互你？无可能嘛，中文伊无可能安尼嘛，中文的伊就爱照个规矩，若台语就种凊彩。迄要抢解说权，要侮辱咱台语界呢？我去甲查吼，即个评审有7位啦，无半个是台语的专长的人啦，无半个是咧写台语的啦，有7个内底吼，有5个，若毋是联合文学，就联合报系统的啦，无就是中国时报系统的啦，迄就占5个。你嘛知影，联合报系统、中国时报系统是啥物款呢？对无？5个，你7个内底5/7，你著稳赢嘛？你要决定要即个第一名要互送特别奖要互送，伊著拢知影嘛。迄他著去评，迄评是一个做表面的尔嘛，假的民主嘛。所以伊咧决定遐个评审，你著知影讲伊这是要创啥。然后迄5个评审甲迄个得奖者都拢互相有关系啊，拢讲歹听共国的嘛。就是安尼。作家的呢，要摕解说权，意思讲咱台语就爱穿个黑白用啦，包括作者伊家己嘛，较好意思讲咧，伊讲我这写，我后一届写无一定用这字啦，你著家己都黑白斗啊，这咱嘛知影，拄开始你学台语的时阵，确实就安尼啊，校阿母的写就无共字啊，迄就是无标准化嘛，甲解说讲，这做 idea 呢，我讲若伊种级数会当得即个台湾文学金典奖，安尼我嘛要提名林准玉长老伊这嘛爱来提，伊这毋若100万、200万，互伊嘛无过分啊，真正啊！你看这糟蹋人无？所以我讲这中华民国外来政权，毋好伤过相信啊，真正毋好伤过相信，伊还是要靠咱家己民间的力量，咱法军发挥这个草根的力量。这较真重要啦，这是针对最近网络 FB 嘛，大家真侪拢咧评论咧做批评啦，我就先补充到这来，毋知咱在座线上这台语文的友志有其他的问题，还是有想法要过来分享有无？迄个魏文教授，我敢会当甲你请教讲，即个最近入面册有一个迄个啥物台语政策的联名，迄是啥物款？你敢会当说明一下？你讲迄个要用台语委员会，台语委员会迄个嘛迄含迄个较早迄个国家语言发展法，迄个敢有共款的线路？迄是迄个以师大为主啦，台北师大为主遐一寡团体所发起啦，当然对着即个主张要有台语的委员会，我想这是支持。这其实嘛，足侪人拢有咧讲啦。20几当前变总统伊执政的时候，迄当时其实就拢有人
伫运作有咧用啊，吼啊，拄则你讲诶，迄是以师大文系遐为主，啊，个北部啊一寡团体，包括理工科基金会，啊，个一寡遮团体，啊，最近啊，都有发起，啊，即部分呢，我有听讲吼，即个咱台湾教授协会，啊，因为我本身嘛台教会会员吼，前几个月也有去拜访即个赖总统，吼，啊嘛有甲讲起着即个台语委员会代志，啊，赖总统嘛有正面的回应啦，伊有讲啊，会当安排时间去，甲即个总统府的即个秘书长，甲遐谈看细节安怎，所以伊是有正面的一个回应，包含即个赖总统伊的即个总统的政见内底嘛有一个国家语言发展中心。伊嘛有讲伊要成立这，这后来我嘛有台湾南社嘛有去拜访即个行政院的副院长，就是即个郑丽君，副院长，嘛有讲起着即个中心，伊嘛是正面，因讲伊嘛是要来规划，当然这会当顺利成立无，因为即摆国会无过半，会有一寡困难，但是呢，咱若是真正要做，着筹备处得当先创嘛。先要甲筹备嘛，等甲你这国会结构若有改变的时阵，才甲正式成立嘛。所以这部分咱若民间有继续互压力，我想是赖总统这是正面的一个态度啦。咱来争取。我的见解是讲吼，这个机构包括国家语言发展中心，也是讲台语委员会，若要成立，千万伊的地点毋通放伫台北。那放伫台北就个乌有伊啊！你放伫天龙国，放伫无咧讲台语的，放伫中国人的所在，你的场地的优势完全拢无，就甲咧拍野球共款，你若场地优势完全无，你就拢乌有伊啊！我建议上就放台南，无放高雄嘛好，台南高雄，就是台语委员会，过来包括即个国家语言发展中心，一定爱放南部。有人讲这较有可能呢，中央一定放台北啊，有可能啊。你像讲海洋委员会，伊就放伫高雄啊，即摆是管碧玲做主委嘛，伊海洋委员会就放伫高雄啊，高雄海洋的一个城市嘛。所以呢，咱台语委员会，咱即摆嘛爱主张，爱放南部，看是台南、高雄拢会使，绝对毋通搁放台北，因为迄有地缘的关系。你若放台北，伊请全部拢台北人，拢中国人。你是迄政策，伊拢调甲你做倒兵诶，伊明知安怎做较效果，伊就袂瘾安尼做，伊调甲你创倒兵诶。就亲像咱即摆，比如讲，即个公司，你若咧看公司吼，公司内底有迄个，譬如讲华视，伊是公司诶，你看华视，伊报诶内容，敢若袂是土匪仔咧，敢若拢是中国人，敢若袂是中国共产党副神属诶，拢咧讲，拢咧替中国讲话啊，拢咧骂咱台湾诶啊，这是用咱。遮侪人公司、公共电视的经费呢，伫饲遮的人呢，所以你若是遮新成立的机构，若放伫台北，拢乌有去，若无效果，颠倒是败害，伊就会像安尼，像迄个台湾文学经典奖共款，伊调工就放互哪样，迄条奖然后讲，迄种的开始麻烦，逐个来对行，结果台语愈惨，咱若无资源，顶个互伊带歹。教歹囡仔大细，所以这是我的见解，就是讲，千万毋通搁放台北啊！你若像公司台语台你即摆放台北，就是产生足侪问题嘛。公司台语台伊用的人，敢若几个遐申请，剩的嘛是拢公司花市遐人来啊，足侪背后拢拿样思想的啊，伊来咧控制台语台啊，这以上我讲到这台语委员会这件代志啊，我是讲，这敢是已经有法源啊？迄个咱就是有国家语言发展法，内底就讲足清楚，中央爱有设这个语言发展中心，伫各地各县市嘛爱有这个语言发展中心，迄嘛免搁经过立法院啊，迄个已经有法律啦，就是讲执政党有要做无要做的代志啊。所以即摆现在搁去补一个，讲搁要求一个台语迄个什么委员会。安尼爱搁经过立法院，迄个袂，迄个即马就袂通的啊。所以即马就是讲，你转去国家语言发展法，要求即马执政党，你较早无做，
嘛已经有法律啦，就去录视就好啊，安尼毋是较直接。伊迄是你若机构吼，中央的机构呢，你若卖伊遐条文，拢得爱个地方院咧审查，伫你个组织办法遐个，遐基本的遐个法规啦，迄组织办法，迄拢爱个地方院咧审查，所以就讲，基本上当然要做，就是爱积极内容啊，即摆因为你国会若无过一半，你到时吼，伊条文嘛无爱互你过啊。你虽然行政可能会当摕遐法规列遐草案出来，但是到行政到迄个地方有可能甲伊冻起来，无互你过啊。但是至少会使，就是讲即个筹备处啦，筹备处会当爱先用啊。这进前我落去拜访就是副院长伊嘛有现实啊，伊嘛讲万一若是安怎，伊着筹备处先创啊。但是当然，因为即摆咱嘛知影即摆。除了国会之外，个阿强的即个威胁真大嘛，国际局势当然，徛伫总统的角度，伊可能这毋是伊上要伊的、上关心的优先处理的一部分啦。可能伊有其他的国安议题，还是其他的议题爱优先处理，这咱是会当体谅啦。但总是呢，就是讲这部分确实爱积极来做。若无咱真正下到第四件啦。咱即摆客家原住民。毋啦，因诶新住民都比咱较侪资源啦，真正。台南嘛有新住民中心呢，我有熟识过来越南朋友，因拢遐做委员呢，因经费拢比咱较侪呢，比咱较受重视呢。你知无？咱着含新住民较不如啊，真正诶。所以即摆即个就是讲，已经有即个国家委员发展法，毋过伊个施行细则的部分，爱阁经过国会来通过安尼，是毋是安尼？所以即个台语委员会是根据即个国家语言发展法来咧成立的，敢是安尼？因为伊个国家语言发展法，伊敢讲有中央的机构尔嘛，嘛无明确讲到底是要啥物物件啦，还是一个精神尔嘛。当然，咱会当讲这台语委员会是合理的啊，着看执政者伊要用无但你要用即个，譬如你是3级的机构还是4级的机构，你要3级的机构，你迄个组织办法遐，你要有出来，嘛爱送立法院对审嘛，所以像进前即个国立台湾文学馆伊上早嘛是要用3级的，但是呢，就是迄当时国民党硬无爱互过。尾因都讨协都用4级的4级就搁降一级啦，就较无遐悬的战处啦，因为伊都国民党甲动嘛，尾迄当时就讨协，尾就变一个4级的，所以国立台湾文学馆伊本来名是要叫做国家台湾文学馆啦，伊若叫国家台湾文学馆就搁悬一级啊，但是迄当时就舞足久拢舞袂过嘛，尾才讨协讲好啦，无就是国立台湾文学降一级安尼啦。国民党条件无互你过啊，后来我伫迄个 Facebook 有讲，今仔日有听了有感动的人，要写一寡你感动的话我要送这个电子册啦你就寄来互我我头3名我会送伊这电子册，我互你一个密码你就当读电子册无一定爱买这纸本啦我嘛较建议讲大家读电子册，因为印这个1000本，毋知要凑几张手啦所以以后尽量大家来用这电子册，伫迄个成品网络的，甲有一个叫做啥物啥物第一咧专门伫卖迄个线顶咧卖册啦，不起来啦，面顶嘛是共阮你会当选迄个电子册较俗啦，电子册比纸本较俗啦希望咱为着环保尽量用电子册希望今仔日听这话遮的人会当写出你小你的感动的所在。廖哥兄，你有买啊？你敢若还袂有这本册
我送你电子册啦。我你较简单。感谢。哎，哦，所以啊，你也你请把这问长老伊即马咱要写的，遮人要寄去倒位啊？你有一个链接通互因写无？你 Facebook 也是捌我的人，若毋捌的时阵，林准了，FB 就当找着。gmail.com，林准了吼，拢小写林准了@gmail.com 诶，啊是写来咱主办单位才转互我嘛会使诶，好，多谢嘿。啊，所以你看咱台语界吼，出册吼，足济拢就是爱家己倾钱啦。吼，啊了不起，结拢3-5万、3万、5万，啊你甲你补助尔。啊你客家原住民，因是钱济甲呢，因拢个会当有计划，吼发包啊，互人去用足济经费啊，做规铺的遐册出来呢，拢咧抢解说权呢。啊，咱台语的拢得爱开家己的，啊这是确实无一个专门的机构吼，真正对咱是足不利啦。啊来，毋好，知你感觉有人要来举手讲一下话者，咱有志拢还袂出声吼，敢有人要迄个交流一下？好，来啊，请迄个欧妈妈认定哈。长老平安，老人家平安，慧文教授甲金花先生平安对。我无特别要问问题，毋过就来说下，然后多谢迄个尊荣长老甲信望爱，就开发遮尔侪假使，因为我家己甲身躯边的朋友开始在学台文，就是2016、17迄个阵，有影拢是靠信望爱的资源，啊一步一步行到即嘛，其实电脑的事就发用完信望爱。我家己用了上熟手，因为总是对迄个阵我手机啊嘛用完，继续用罗汉卡，对啊，就多谢安尼，安尼尔。罗汉卡我补充一下哦，这新闻来网站上面顶有吼，伊即个罗汉卡就是蔡依红先生，伊也是长老啦吼，新竹中正教长老，伊就是台积电的迄个研发部的经理啦。哦，伊就是原来对台语。可能因的家族吼，因阿爸蔡政府对台语安尼，伊就开始要写即个罗汉卡数字化时阵来找我，爱我迄个思考嘛，啊，我安尼甲伊熟悉，啊了后伊的较一家足好用的啦吼，伊若要笔位字你甲试落，啊要汉字撇去，啊是颠倒头我毋知影啦，伊免带你改字有诶无诶啊，足罗汉卡。即摆佫创一个，感觉讲 AI 的时代，咱就爱试 AI 台语啦。所以伊即摆已经有开发出一个翻译的机械，台语对华语、对英语、对日语、对韩国语对译的。即个机械已经创好啊！哦，伊家己出字出来，佫出智慧哦。安尼伊甲信望爱基金会合作啦，来做即个事工哦，大家会当去试用看卖啊咧。啊，恁若以后会甲 Google Translate 共款，哦，伊会去设计，伊只就欠 programmer 啦吼。啊，我找几个去读 programmer， 迄个会当来斗下手。伊遮个计划拢嘛是爱人写 program， 就是讲甲 Google Translate 共款有一个 feedback， 就是你感觉讲即句安怎翻较好，你会使建议，哦，我就一帮人去甲斗下手，啊来迄个来改。改到 Google Translate， 我即马感觉已经我足满意啦吼。啊，至于其他的语言，共款甲台语会通，你即马甲 Google Translate 甲翻做华语，啊再来翻做台语吼，啊台语翻做华语，华语再去啊翻做语言，甲世界各个语言啊渐渐会通起来啦。啊，即个计划希望大家来斗下手啦嘿。啊，即个阵顶年10月转去台湾，有伫高雄见到伊吼，来同齐做诶。伊甲是足优秀一个青年啊，我感觉足钦佩哦，伊拍拼哦，由细汉囝开始，这是正确诶啦。多谢。多谢长老，多谢各位先辈。咁要迄个翻译，说要对来试。哈？罗汉卡讲即摆开始用 AI， 说要去对来试。信望爱上面顶，信望爱网站上面顶有一个迄个罗汉卡啥物翻译机械，迄个你甲点去，你就当去试用啊。迄嘛是手机啊，毋吼？
无手机啊，即马目前是干那即个以后可能嘛创手机啊。我袂记咧哦。即马目前是伫阮信用嘛，你点迄入去就会使啦。我无用手机试看诶。手机啊，若是开网站嘛，是共款会当用。因哦为这种迄个你找迄个工程师嘛，是阮对16年到即嘛有咧做公务员的朋友，对，台湾个公务员的朋友。哦，真好。对。嘿，好，多谢。来，安尼敢有其他的友志要来回应的无？敢有？把迄个信望的网站拍去迄个message 只还佫有迄个甲主要登录伊的 email， 嘛有甲拍着即个message 只佫会当看，安尼较清楚啦好，多谢。若无现场无讲话，咱就安尼写批啦会当得到电子册安尼好，直接就多谢长老啦多谢大家来半暝台湾半暝啊！这真有意义啦咱一直听到咱台语人拢是安尼，家己出钱出力安尼拄啊有听郑永教授伫讲到客语遐侪钱，我想即个现象是无公平啦，正讲就是会使讲因足会摆咱对咱足无公平迄款的啦即个是咱台语环境啊，毋只是讲拄则教授有讲到迄个反击啊，佫爱足知影咱的真相，咱才有力通反击啦。确实咱就是台语人爱正经爱有组织，大组织爱袂创起来进前，咱嘛是爱有家己的小组织、小经啦。像讲咱即个文化论坛，咱会当直接听到遐尼侪台语的一个生态咱知咱的危机嘛希望大家就是做伙来解决讲咱台语是多数人呢，安那是弱势呢这是我补充一个啦所以就是因为咱即摆也无专门的机构，无人无经费啦所以呢，阮伫2当前有设立一个发基台语教育基金会全名是蒋发泰孙玉基台语文教育基金会蒋发泰是阮爸爸孙玉基是阮妈妈啦就拄好几当前阮妈妈甲较早我即块地啦卖掉。本来是要捐阮兄弟阮5个兄弟啦我就甲讲阮兄弟都拢有头路的咧生活3顿也无问题啦，无咱自家的钱你若分互阮嘛是开了尔自家的钱咱摕出来做台语的基金会啦拄好阮遮兄弟也拢有赞成所以阮就设立即个专门就是要做台语的啦，因为你若其他文教基金会嘛太济你即摆台语的基金会呢，你伫咱南部会使讲无唯一一个就甲台北李工扣尔所以呢，阮就甲用即个台语的即个基金会咱内底咱嘛办诚侪相关的活动，也是讲奖学金诚侪啦包括咱最近办即个单雷的文学节的活动佫来咱针对即个张良德教授伊的收藏的册呢是超诚10万本要为迄个日本运转咱台湾等等遮诚济啦所以这嘛是需要大家会当来做伙来支持啦大家若有认同咱遮做的事工呢嘛，真欢迎大家会当来斗出钱出力那看是要捐款，还是讲咱有办活动会当来斗做志工咱嘛拢非常的欢迎啦嘛感谢咱两公兄呢嘛拢有甲咱赞助每年拢甲咱赞助诚济遮的经费咱嘛希望未来大家咱若有办相关的活动，像咱今仔日日时咱就是拄好有即个单类的即个合作咱有结合，咱有找一寡现代台文系学生来读即个单类的作品另外嘛佫有相关的活动啦咱有关即个基金会相关活动呢咱嘛会当若有闲的会当3不5时就来即个基金会的网站看咱拢有一寡活动拢会铺起来伫遮啦也是讲伫我 FB 嘛拢会有我即摆嘛甲即个基金会的即个网站铺伫顶头互大家做参考啦以上就先安尼政府无重视，咱就先来做咱家己先来做上重要啦好，感谢大家。
好，多谢蒋教授。我嘛是要请问蒋教授，咱有讲到即个基金会的捐款嘛，吼，会使伫迄个网络直接安尼捐。有啊，咱即摆嘛有申请即个网络吼，用信用卡，也是讲你若伫台湾，可以当用即个你伫遐填好了，会当去迄个专家即个利便商店去遐落纳钱咱信用卡嘛是国内外拢会用无论你倒一个，你若用信用卡会当用网络顶头落捐款安尼那一个概念就是讲，这是捐互法基是即个基金会嘛，吼是毋是有迄个法人的即个关系？所以较远的路来讲，就是讲，即个会是用这基金会伫咧做台语的事工，是是遮个钱的运用是无用着恁本来要成立的遐1000万嘛，吼。伊咱这是社团法人不是财团法人啦，咱这申请的财团法人，伊法人伊这是比一般的社团较严格这咱一般若社团是敢若甲内政部还是讲甲社会局登记尔，伊这个法人爱搁去法院登记伊这法人会较严，就是讲因为你这到时若解散的时阵，这钱嘛拢充公啦，拢变政府的啦伊就较像所以你就会当有较济募款的权限啦所以咱是财团法人咱是咱设定咱是1000万迄个基金，迄是袂当动的除了迄之外，咱逐档嘛是爱搁贴钱落，就是爱赞助钱落你无钱你要哪有办活动所以咱逐档嘛是爱有经费才会当办活动也是讲要发奖学金等等迄就是透过募款或是阮家族另外嘛是搁另外搁捐出来安尼嘛是爱靠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安尼重点就是讲，这个钱若准解散，长期尾这个钱拢是国家的，拢是政府的，拢国家的。阮私人嘛袂使搁退转来，私人嘛袂使退转来。所以我嘛真经好这感动着讲这基金1000万的基金的意思就是讲，你放伫遐生利息囝，你会使摕去办活动啦。譬如讲你寄定存一档差偌济钱，迄当做你的办活动你基金会譬如讲办活动，还是讲你要发这个奖学金，遐会来话，毋过迄拢无够啦，因为即摆利息足低嘛。你1000万一档可能10通万尔啦，10通万无够咱干那发薪水都无够所以是爱搁有募款，无就是爱家己爱插落安尼，所以嘛，就是呾成立无几档嘛，做足侪代志吼，而且嘛是要甲大家呼吁吼，其实这是组织的力量啦，有这个组织咱一个信任的精神吼，其实咱就是爱来参与啦吼。所以即马有关咱迄个蒋教授这发起者所发出来这信息吼，嘛希望大家支持啦。进前包括陈瑞生的遐个迄追思会，也是讲伊所办的今仔日这个活动新册发表，毋是干那即场安尼尔吼，阁有其他足侪伫现场生态现场的，拢是足侪基金会的迄个溃力安尼啦吼，就大家做伙做台语的事工啦吼。老师，安尼要阁补充者，还是龙光兄看有要阁补充啥物？我部分就先到遮。龙光长老，你敢要讲一个啥物话？你莫开者。咱大家甲即个金花，安尼今仔真好的主持拍一个扑克啦，嘛感谢这个长老来遮做真好的分享其实是你做的工足济啦可能无遐多人讲伫2点钟内面讲了感谢这个维文教授而且针对这个咱这个台语文运动这个现况不时咧update，我见到安尼每个月因来，我就感觉讲安尼这个台语文有个新的这个物件有咧震动啦检查是讲有时听着，互咱感觉讲安尼真艰苦心有时嘛是有一寡有误望啦我来报告一个，就是讲咱后礼拜开始咱的这个时间会改做这个美西美西是拜五暗时啦拜五暗时7点就是伫台湾时间迄个早起11点啦11点到1点安尼啦美东就是暗时10点到
暗时12点啦吼。啊，咱后礼拜的节目吼，真趣味，我来讲下看，伊是要用即个，要讲即个半导体啦吼，做伙来讲半导体啊，这是江南书院吼因所出的节目，所以咱即个论坛其实是咱的内容不止多元啦吼，咱嘛是讲上先进的即个科技吼。嘛有讲咱上在地即个文化、语言、艺术等等所以请大家安尼报大家来参加。若时间无拄好诶吼，咱会当去伫 YouTube 来看无咱安尼今仔日咱诶会咱就到遮我甲影迄个禁起来，若有要继续留几分钟开讲诶我会阁继续伫遮安尼好，多谢大家。大家大家，嘿，咱尽量用迄个长老的精神啊，传教士的精神吼，来传台语教安尼，咱嘛是一个。